喺剛過去嘅2月底，政府發布咗最新一份嘅財政預算案中，都有唔少有利物業市場發展嘅政策。其中一項最具話題性嘅就必定係放寬物業印花稅啦。政府將徵收100元嘅印花稅嘅物業價值上限由300萬元提高到400萬元，並適用於工商鋪物業。而根據美聯嘅官網數據顯示，可以選擇嘅物業數量因此大增2.1倍。我相信能夠直接刺激到唔少投資者入市，令到市場交投增加。而當中好多嘅優質工商單位，唔少已經有租客租用，回報率更高達4至5%，絕對比銀行嘅定期存款更加吸引。加上好多單位位處市中心區域，升值潛力不容忽視，絕對係近期投資收租嘅首選。除咗放寬印花稅，政府亦都表示來年唔會推售商業用地，以消化現有嘅市場供應。另外，亦都考慮將部分嘅商業用地改劃為住宅用途。相信呢個措施絕對能夠增強投資者入市信心，同時能夠穩住商廈價值。投資者應該把握現時入市嘅機會，迎接未來物業升值嘅浪潮。